依家就已經係4月份噶啦，咩一換一，唉，冇噶啦，咩都冇噶啦。但係仲有啲代理其實手上面仲係有現貨嘅，好似我面前嘅呢一部零跑 T03，佢代理講喺4月30號之前都可以用呢個以免稅配額現貨價揸走，值唔值得你使10萬蚊呢？我哋今日就嚟睇一下啦。齋睇呢架車個樣呢，應該算係行可嘅路線嘅。其實佢會令我諗起嗰架叫做大發 Cast 嘅車。但 anyway 啦，外形呢啲嘢呢就好見仁見智嘅，大家都可以點開個評論區留低你哋嘅睇法啦。入到架車裏邊，我哋用10萬蚊港紙嘅思維去睇，唔係話啲用料有幾 high 卡，而係啲配置啊，啲咩自適應巡航啊、盲點探測啊、車道偏離啊諸如此類嘅 L2 智能駕駛功能呢，呢部 T03 佢係有齊晒嘅，而且係2隻配置版本都俾到你嘅。咁如果你係買105000嗰部 Premium 版呢，貴咗嘅5000蚊就多咗旅遊金鈴啦，仲有個全景天窗啦，嗱係帶鏈噶吓。可能家庭客都係比較在意空間表現啦，但係咁細架車，你係冇辦法去期待佢個空間會幾變態咁樣嘅。睇下個後排啦，我坐喺後邊都算係剛剛好，唔頂腳。咁4個位坐起身個坐姿咧都係稍為偏直一啲嘅。尾箱咧就有210列，後排椅背咧係可以整體扮低，咁就再多翻少少位擺嘢咁啦。老實咁講係夠用嘅狀態嚟嘅啫。講埋啲數據咧，呢部 T03 最大馬力係95匹，扭力係158牛頓米。雖然數據就唔係話好突出嘅啫，但始終係架電車，所以喺市區揸都係可以俾到足夠嘅反應俾你嘅。夠電池咧就37度嘅啫，快充到80，大概36分鐘。WLTP 行265公里，底盤係前麥花臣後扭力梁。講道理個 spec 就唔係話好突出嗰種，就完完全全係日常通勤嘅取向嘅啫。哇！但係你睇下個價格，哇！睇下啲 equipment 先做緊10萬咋，電動車喎，唔使硬啃嗰啲高油價，有瓦遮頭喎。講真，你考慮晒呢啲所有嘢，呢部咁嘅車嘅表現，我覺得我係完全收貨嘅。咁今日條片到呢度就差唔多啦，大家記得 subscribe 翻我哋 Bitauto，下次再見。